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一个公安的意外。伫婚林斗内有一间咧做鸡仔饲料的工厂，有一对兄弟仔因是外包的员工，不过却因为沼气中毒，落落喺猪仔底不幸毒醉死亡。这案事除了甲外包的厂商裁罚，也有工厂无尽到管理的责任，共款拢甲因罚30万。另外，涉及刑责的部分嘛已经移送婚林地检署来侦办。好，过了。可以的话，就你在下面讲的那个管子会影响到我讲这个。消防人员挂面大，装备真甲正潮，因着光线落去，因为内面有2个工人也未出来，因果甲2个人救出来时阵拢是乌卡无性命现象，送病了也是救袂大。我唔知啊，无看到啊，我伫里面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接受采访。发生2个人死亡的意外，警方无做回应。这间专门伫咧生产鸡饲料的工厂伫咧婚林斗内，因为这2天雨一直落，排水管未通。警方曾请承包商来检查修理。40几岁姓的兄弟2个人入去管3公尺，水1公尺，真未雨水回收池刷出意外。我们到达现场之后，我们人员立即着空气呼吸器前往查看。那在它的雨水基池内，那发现2名员工在约3米的一个水池内，那边受困。那初步判断已经无生命真相。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，去裁处的行政罚款30万，提供并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这案事确定2个人是雅素中毒，小弟吸到了无偌久人昏气，搬喺池内面，做大兄要去救小弟，也吸到大量的气体人昏气落去。因为这边工程无先测定危害物质，也无设适当的换气设备，伫咧2公尺以上人行外边作业，也无设适当的强度护拿，或者是护路工用安全带顶防护设施。除了罚外包商，厂方也无现前承担管理的责任，也罚30万。2名拢爱提交改善计划，经过审核了才当复工。因为案件牵涉到刑法，也提供给婚林地检署进行所落来侦办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